其實我一入嚟咧，我就已經見到呢一出㗎啦，係我今年最中意嘅電影《牛來》。你要睇清楚，呢出係仲要呢出係 4K 嘅 CC 出嘅呢個版本，無需解釋。如果你未睇過呢出電影咧，千祈唔好因為網上嗰啲片段就令你放棄咗睇成出片，同埋都唔好因為網上嗰啲評價咩咧影響晒。你最好就係我睇呢出電影之前咧，完全就係 skip 晒網上所有嘅呢啲講牛來嘅嗰啲 post 啦，因為戲院已經落咗畫㗎啦。咁你哋如果要睇咧，就一定要睇呢個 CC 版嘅，因為咧 CC 版嘅咧嗱，你可以睇到背面啦，佢有寫啦，就係跟埋導演親自解說。網上有啲其他版本咧，嗰啲咧你知而家 AI 好勁㗎啦，所以就係一定要支持實體電影即刻收埋先。我唔覺得《霸王別姬》係陳凱歌最好嘅電影，因為無極先係陳凱歌真正嘅代表作。